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，在家睇樓團咧，就係同大家咧嚟到咧大埔嘅心臟地帶啦。咁我相信咧住開大埔嘅朋友咧，都唔會否認咧，我身後面啦呢個大埔中心嘅地方咧，就係屬於大埔嘅心臟地帶。咁佢嘅屋苑咧就有一共咧就分為6期啦，咁啊有23座，咁係咧喺市中心範圍入邊咧最大嘅藍籌屋苑嚟嘅。咁佢所有座數咧都喺市中心嘅中心地帶㗎啦，已經。咁佢樓下嘅商場咧，大埔超級城就已經同隔離嘅商場咧，大家已經打通晒啦。咁啊好多唔同嘅餐廳啊、食肆啊、超級市場咁樣嘅民生嘅配套。咁有時咧打風落雨，就算掛10號風球咧，唔使擔遮咧，都已經可以落到街飲茶、食嘢、買嘢咁樣。咁啊同埋呢度咧就交通咧就非常之方便啦。咁啊佢咧行1-2分鐘嘅地方咧，就已經有個巴士總站。咁有好多唔同嘅巴士路線咧，就可以出咧港九新界各地。咁轉頭咧，我都會同大家咧行過去望下。咁同埋咧，就算想搭火車嘅朋友咧，咁啊基本上呢度咧已經有架叫 K12嘅接駁巴士咧，就可以免費咧接駁翻去大埔嘅港鐵站。咁基本上你想搭巴士或者火車咧，都有唔同嘅選擇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咁即刻咧我同大家咧喺大埔中心嘅附近咧行個圈先啦，之後就上翻嚟呢個單位度睇啊。咁大埔中心咧嘅外貌咧就係咁樣嘅。咁我哋今日要睇嘅單位咧就係4期呢一邊啦。咁樓下嘅商場咧就已經咧有好多唔同嘅民生店鋪啦。咁啊行呢個方向咧，其實就已經去到巴士總站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啊大堂嘅環境咧就係咁樣。咁佢一共咧就有3部 lift 啦，咁一部咧就係消防 lift 啦，層層都會停。咁第2部、第3部咧就係單雙 lift。咁換言之啦，每層樓咧都有2部 lift 可以直接去得到。咁啊上翻個單位睇啊，咁呢個單位咧實用就係451尺。咁一個單位啦，就係個女子型嘅客廳啦。咁而家呢度咧就係飯廳嘅位置啦。咁另外呢邊咧就係客廳位置。咁擺放電視機嘅距離咧就非常之充足啦。咁就算咧喺梳化位後面咧再做個高身大櫃咧，其實咧整體嚟講咧，睇電視嘅空間都唔會受到影響，仲可以增加收納嘅空間。咁啊，你見到咧明顯分開咗女子啦，前後兩邊廳咁樣嘅。咁業主咧都做咗啲櫃，咁喺呢個廁所位度咧就做咗個小櫃仔啦。咁咧就可以擺下啲飾物啊或者雜物。咁呢度咧其實有個門咧就去翻個平台啦，咁咧都係同翻隔離 share 嘅。咁啊入門口嘅位置啦，做咗一排嘅大櫃，咁中間咧就有啲玄關位咁樣啦，可以收納下啲譬如成日會用嘅手袋啊、鎖匙啊、信件啊咁樣。咁啊前後咧都上下2個櫃咧都可以做鞋櫃。咁啊廚房咧就做咗開放式咁嘅設計啦。咁啊其中一埲牆咧就用咗櫃嚟㗎。咁啊都變咗咧都可以擺嘢。咁啊有窗啦，咁啊咧成個廚房咧其實都重新裝修過咁滯啦。咁業主咧自己咧都保養得非常之好啦。咁啊已經預留咗咧洗衣機同埋雪櫃位，同埋咧都做咗啲櫥櫃。咁啊抽油煙機啊、爐頭等等咧，全部都一應俱全㗎啦。咁啊，去翻客廳呢度啦。咁呢個另一個門咧，就可以去翻咧自己嘅平台啦。咁呢個平台咧就同隔離share 嘅。咁主要咧都用翻中間劃分啦。咁其實有時咧可以間唔中咧就攞嚟種下嘢啊，或者咧晾下衫咧，其實多個戶外空間咧就好用好多啦。咁啊，廁所部分啦，咁啊業主改咗做企缸，咁啊油窗啦，咁啊做咗啲浴室寶啊、抽氣扇啊等等。咁啊有座廁，咁另一邊呢邊咧就係鏡櫃啊。咁上下啲位咧，其實佢都偷咗啲做櫃嘅，咁可以擺下廁紙啊，咁啊清潔用品啊，或者沐浴露啊呢啲咁樣嘅雜物啦。咁你知收納整齊咗啦，咁其實成間屋就會再整齊好多嘅。咁啊，我哋睇埋啦，2間房咧就眼鏡房咁嘅設計啦。咁啊2個房門咧都係向翻廳嘅。咁咧業主就做咗好似類似咧牆身無痕跡嗰啲門啦。咁閂埋咗就好似特色牆咁樣。咁啊呢個咧就第1間房啦。咁啊床咧就可以拍埋喺窗邊。咁而家呢個凹位仔咧就可以咧偷翻位咧就做翻個大衣櫃。咁啊雙人床咧都夠晒位。咁啊仲可以夠位擺張梳妝台或者咧書台。咁另外呢間啦，第2間房，咁啊呢間咧就可能會闊少少，或者其實咧差唔多。咁啊業主都做咗個窗口分體機啦。
咁啊可以利用埋窗台個位，咁啊可以有時咧可以做啲 cushion 啊，可以睇下書咁樣，因為望住個日落美景咧，其實都幾舒服。咁後面呢度啦，個格局同隔離一樣啦，咁其實都可以做個大衣櫃，之後咧就再擺張雙人床。咁空間嚟講咧，房間咧都係非常之夠用噶啦。咁呢個間隔嚟講咧，就係大埔中心最大嘅兩房間隔。咁望翻出去啦，雖然咧都係樓層唔高啦，望翻都係平台景，咁啊但咧都望到啲日落美景，同埋咧望到遠嘅樓景，咁啊都好清靜嘅，其實都唔會話好嘈嘅個平台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嘅推介啦，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 啦，咁咧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。咁如果想約睇呢個單位話知我啲詳情咧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，多謝大家。